山震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上帝神伫咱的中间，上帝的快乐伫咱内面，互咱今仔来到伫伊圣殿来敬拜，拢是充满上帝的大能力，阿门吗？所以你看边的人，虽然大嘴暗吼，但是你看伊的眼神有真有光无？你甲伊讲，你讲你的眼神真有光。阿门。所以你甲伊讲，你是阳光人，哈利路亚。咱阳光人每一人眼神拢带着光，因为咱伫上帝内面，咱常常领受上帝伊的恩典、伊的快乐、佮伊的活力。阿门，哈利路亚。咱第一场虽然咱是中辈的较济是中辈的礼拜，但是伫咱的礼拜内面充满着笑声充满着喜乐。佮有充满着愿望，充满着信心，阿门。所以，牧师看到咱的家庭，恁的家庭，因为恁真最祝福的家庭，阿门。咱即摆咱要来敬拜咱的上帝，牧师邀请咱起立，咱起立。伫宝顶悬的兄弟姊妹，咱嘛起立，真欢迎恁，甲咱阳光教会做伙同心来敬拜上帝。上帝灵甲恁同在，不管恁伫倒落，感谢主。咱做伙举起咱的双手，咱要来欢迎。咱的圣神伫咱的内面，来对咱讲话，来对咱做工，咱做伙来讲。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较无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圣神。圣神，你只是运行伫阮所有的兄弟。姊妹，我每一个拢需要圣神伫阮的内面，来提醒阮，来激励阮，互阮会当伫这个时，阮全人专心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我要敬拜你，因为阮是上帝，你的百姓是属于上帝的囝儿、查某囝。阮的快乐拢对你来，阮就要将阮俄勒的快乐献互阮的爸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咱这时咱要用书读圣经，咱做回来个别咱的信用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多临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上帝恩典伫咱的身上有够大无？阿门。阿门嘛。上帝恩典。因为咱愿意拍开咱的心来接受，所以上帝恩典大搁再较大要伫咱的身上。所以咱来甲隔壁来讲，咱来讲，上帝伫你身上的恩典实在是真大。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实在是真大。哈利路亚，上帝恩典教也咱用阿门吗？阿门。阿门，咱做用咱喜乐的心、热情的心来学了咱的主。在橄榄边。
我相信上帝要祝福咱每一个人，阿妹吗？阿妹，阿妹，而且耶和华是咱的贵人，是咱生命的源头，阿妹吗？阿妹。咱这份欢喜来听。你我天边有之水，你我的地里我也无所希望。虽然有时阵我心是软弱，总是有一天永远不会改变。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我会无去到永远，到永远。咱低头来唱。你我天顶有是水，你我的地里我也无所希望。虽然有时阵我心是软弱，总是有一天永远不会改变。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我会无去到永远。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我会无去到永远。虽然有时阵我心是软弱，总是有一天永远不会改变，永远不会改变。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我会无去到永远。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我会无去到永远。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我会无去到永远。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我会无去到永远，到永远。到永咱这一摆从头啊声献互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耶和华是咱的照伴，是咱的关带，阿门吗？阿门阿门，阿门。感谢主，互咱搁一摆组织一只，会当做伙来敬拜俄勒伊的名，这是偌尔啊水的一件事，阿门吗？阿妹，阿门。我邀请咱每一个人拍开咱的双手，来高举咱的双手，做伙来敬拜伊。将家己放下，才做偌济，做出心家宝贝的气味。你风雨稳定的充满关爱我，予我内面充满极大力量。将家己放下，才做偌济。
政府的统计，伫今年新生儿生出的红婴仔的人数，比死去的人搁较少。过去红婴仔生的迄个比率，至少也搁袂比死去的人较侪。但是伫今年开始，这死去的人较侪，新生儿较少。这表示什么话？咱的国家的这个少子化，以及过来的青少年儿童的人数，会比伫咱即摆比率来讲会减真多。所以咱会真做是一个老人化的社会。这咧甲咱讲什么话？咧甲咱讲，伫咱台湾，咱基督徒的老人，才会长辈，咱唔是老人。咱若是照摩西的年岁来看，咱拢是勇壮少年的。阿门。因为咱的内面有耶稣基督的气力，为十字架的救恩。所以咱甲外口的老大人无共款，咱唔是老伙啊，咱是一个中青的人。阿门。就因为基督伊的国外开力拢伫咱的内面，所以牧师要宣告，伫咱的教会的常年，咱的教会60岁起去，70岁起的，因为你愈来愈有经验，因为你愈来甲上帝愈亲近，你就知影。看见这个地面上的需要，你搁较知影要安怎为着教会祈祷，为着这个世界祈祷。阿门吗？咱甲咱家己的年岁，因为咱70岁、80岁、90岁，咱为着家己的年岁来拍跑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无需要大大娱乐恁，因为咱永光教会的中者，拢是上赞的，拢是一流的，搁上有水准的。阿门。因为咱会晓祈祷，咱会伫小组内面大家分享，所以咱今仔日的祈祷就是要为着咱的乡人来祈祷。阿门吗？阿门。互咱的乡人伫上帝的祝福内面，伫这个世代，当人看老大人开始咧老，敢若好亲像要开始进入伫回收内面，但是你知无？咱会当去再生产。阿门。阿门。这就是牧师对咱的乡人、咱的长辈的宣告。咱确实无共款，所以咱要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咱要为着咱的台湾来祈祷。因为恁的祈祷，天使拢爱甲恁尊重3分，你知无？阿门。咱这时咱要为着咱的教会祈祷，互咱的乡人，互咱60岁起去的，哈利路亚，每一个拢拿来拿勇壮，细胞拢有耶稣基督的保护伫内面。阿门吗？咱的病拢拄去，然后咱要行天路，跟对耶稣。阿门。举起咱的正手，咱的正手是公义的正手，公义的正手就有迄个气力甲权柄。举起咱的正手，为着咱的60岁起，咱才会勇者，咱来祈祷。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主你祝福伫阮的乡人，伫阮遮的长辈。主啊，因为这是你所赏赐予阮的年岁，主阮感谢阿乐你，特别你伫阮的永光教会，主你予阮遮的乡人，阮的每一个，主阮人要愈来愈多，因为愈多人要来亲近主，愈多人要来明白耶稣。主啊，伫阮的厝边，伫阮的大楼，伫阮所熟悉的朋友，阮看见因也袂明白主的，主阮就将阮的心放伫因的内面，阮知主透过阮，一定要来得救。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你讲，白头毛是一个荣耀，白头毛是荣耀，因为上帝你尊重这个长辈老大人。主当你拢尊重这个老大人的时，阮嘛要尊重这个老大人，因为主你看因做宝贝。感谢上帝，赏赐永光教会，主啊，阮这个年长、这个资深、这个兄弟姊妹，因有过去因打拼、因奋斗、因的努力所付出的经验，
因为对家庭的贡献、对社会、对国家，甚至是对世界的贡献。主，阮看见伫现处是伫全球所有一切经济会好，伫这个世代会好，乃是因为阮伫这一代，就是伫这个60岁、70岁起哩，这个人伫过去少年的时阵，对台湾、对世界付出努力的贡献，才会当造成现今会好。主，阮感谢你，因为一群温群的人，伫过去的年代，因伫遐拍拼，伫遐看见因对这个社会是有困难的。我搁较感谢主，因为上帝你将你的真理放伫阮的内面，互阮永光教会兄弟姊妹，阮看见阮的长辈，因的家庭拢起着美好的见证，因的后代也得到上帝你的赏赐甲祝福。主啊，我要宣告讲，伫阮永光教会的双联牧区，阮这的长辈，你赏赐因的福气，伫这个世代，到伫后一个世代，到伫千代万代。主感谢阿罗你，互我继续用阮的年岁，一年加一岁，一年搁再一年的时阵，阮要参像加力，安尼伫主你的面前，阮的日子如何，阮的快乐也如何。阮感谢阿罗主。阮要成做阮的教会祈祷的快乐后盾，因为主伫阮祈祷内面，阮就相信上帝你要照着阮的嘴所讲的、所宣告的来祝福阮的永光教会，直到万世代，奉主的名祈祷，阿门。做伙举手，举手来感谢主，阿乐咱的主，全心全意。到这个年岁啊，上帝敢要搁治我？上帝讲我要搁护掉你，你讲阿门的举手一下。上帝讲我要搁护掉你，98岁于德龙兄，上帝要护掉你，你要举手无？阿门，举较悬的，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每一个兄弟，荣耀的呼召不是干那对少年的，上帝特别对恁。特别对咱，阿门。因为你就是上帝上宝贝迄个，而且你就是上帝心内面迄个所呼召竞选的器皿，迄个器具，阿门吗？阿门。哈利路亚，咱是上好的，所以不管你转去到伫你的厝，还是倒位，继续传基督福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心一往主引导。标跑走 ，Amen。所查的标伫倒了，歹势牧师要跟人讲，唔是蒙阿波哦。所查的标就是上帝，互你伫一生内面，你的命定就是继续祈祷，继续
将基督的福音传递大人的中间，阿门吗？阿们这就是咱所查的标。咱将咱所有一切恶乐，拢归定咱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的恶乐非常的赞，非常的赞，感谢恶乐主。大家请坐，请坐。这时，咱要来共读圣经。圣经记载伫《使徒行传》第6章第1节甲第7节，《使徒行传》第6章第1节甲第7节。请。过无偌久，门徒的人数一直加添，讲希腊语的犹太人埋怨遐个讲希伯来语的犹太人。因为伫分配日常生活的需要有忽略因的寡妇，12使徒就召集全体门徒，对因讲：阮将宣讲详细信息的工作放下底，去管分配日常生活的需要无下。所以兄弟啊，就对恁中间选亲个有好名声、受信心充满、阁有智慧的人。阮通任命因办理遮个代志。阮要专心伫基督甲传道的工作。使徒的意见得到全会众赞成，因就跟司提反，伊是充满信心甲信心的人。各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拿、提门、巴米拿，甲改宗离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古拉。因互遮个人徛伫使徒面前，使徒就为着因祈祷，甲因按手。上帝的信息继续传开，伫耶路撒冷门徒的人数加添真济，阁有真济祭司嘛听探即个信仰。以上，即马阮要请周牧师来分享，伊的。题目是有见证甲高效的服侍，有见证甲高效的服侍，请周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咱今仔日会当聚集伫即个所在，这时阵请咱举起咱的手，咱要来做用永光教会的宣告来。永光教会是归属上帝，活出基督，瓦靠圣神，充满荣耀甲能力的教会。阮的确要成全圣徒，活出命定，力行普世宣教的异象，互主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阿门。咱一礼拜过来换这个宣告吼。望咱对永光教会的宣告，这是对上帝予咱的意向甲使命，咱不断重复来宣告，愿上帝的灵伫咱中间来充满，佮允许咱行这条合伊欢喜的信仰的道路，甲信仰的使命、福音的使命，咱感谢主。好，今仔日咱透过这段经文，咱做伙来思考有见证甲有果效的事奉到底是啥物？咱看伫即个初代教会中间上介大的一个特色，因就是建立一个效法基督的一个共同体。因即个共同体透过因为信耶稣基督对死搁活，搁相信耶稣差派圣神来到因中间来做基义的事，互因会当对上帝国的真理搁较那透彻，嘛会当搁较明白基督的福音是啥物。所以因就大有气力，对过去行行行毋敢传道理，毋敢高举耶稣基督，到现在因勇敢徛伫众人的面前来高举伊。而且宣告，伊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世主，就是基督。哇！这门徒生命的改变，甲因伫众人的面前的勇敢见证，就互众人看见因所信的是啥物。所以伫迄搭遐就开始组织，对几个可能
对12个到120个后来，咱看耶路撒冷教会就有2000人、3000人来洗礼，咱就看见这间教会就成做千万人的一个教会。所以因效法耶稣基督，有一个共同体的生活，就耶路撒冷就是初代教会迄代来见证出来吼。所以因所做的，咱会当来看见，就是整个教会历史中一个上介好的一个典范。初代教会因的建立，因怎样来扩展，因所有的这一切，咱拢看见，就是伫圣神的引带中间，伫圣神的感动内面，大家合意的时阵，大家有共同的意向、共同的看见、共同的目标来努力的时阵，教会就得到上帝大的祝福。我相信初代教会这款，互咱的伫教会的发现甲经历，就成做历代教会每一个教会领袖所期待的。嘛，咱嘛是期待咱的教会会当福岛，亲像初代教会安尼，得上帝的大的祝福。这是你我，咱拢伫礼拜中间，伫服侍内面，伫受栽培中间，咱所有共同的一个目标。所以，咱感谢上帝。有影，咱要成长，要复兴，不需要付出代价哦。那安尼，迄个咱看见上介大的一个挑战是啥物？是内部呢？内部的挑战哦。这毋是即摆教会较安尼尔。咱看对旧约内面，咱就真清楚看见上帝所选调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上帝拯救因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下，然后咱看整个的这个旷野的道路，拢是安那有真济的埋怨，对无？有真济无共款的声音，迄个无共款的声音，虽然是少数的人，毋过会影响到所有的团体、所有的群体的一个向心力大家迄款的心会受疼力去，这是咱所会当看见的。所以，若是安尼，咱就求上帝帮助咱，特别伫现在，咱知影咱教会所面对的是一个拢一定是有挑战的。无任何的一个过程，无接受挑战，所以突破甲挑战是教会成长的疼，这是理所当然的。阿门。这是理所当然，必然有的。所以教会有受到挑战，是好也毋好？检采要来讲，这是好，因为透过挑战，会当佮重新来思考咱所定到的这一切。是毋是下伫上帝的心意无？搁一摆来分别，是毋是有恶者会交叉伫咱的中间，对到互咱有无共款的声音，无法度合意无？兄弟姊妹，伫即个过程内面，我相信你我若是教会久，咱拢一定有做有即款共同的经验。不但伫永光教会，伫所有教会拢相共，拢共款，拢会拄着即款的问题。所以求上帝帮助咱，咱看伫疫情后了后，特别伫咱所有的长老教会咱的长老教会，无论北中南长老教会就好别个教派相共伫长老教会就好，有发现真济教会对疫情了后，礼拜的人数愈来愈少，愈来愈少甚至话平均来讲已经减少1/4呢。就是讲100个，本来100个聚会，即马欠25个去啦，剩70几个在聚会，而且即个情况愈来愈少。你若思考咧，本来迄间教会人50个，若减1/4，安尼剩偌济？若是30个，本来30个在聚会，若减1/4，安尼剩偌济？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中会内面有少数几个少数的教会已经会当讲，即马的聚会人数袂当成做同会的一个数额呢。安尼要安怎？面对着即马的疫情所带来即款的挑战，要安怎？要安怎？这是一个教会危机咱看见为什么有即款的情形呢？就是伫这个大环境内面，会当互咱看见对疫情所带来的
迄个人甲人的距离、人的行行，愈来愈深，愈来愈深哦。啊，搁有就是伫即个数位化，哇，咱讲 AI 科技的下面啊，人有缘会当搁较济安那，秘伫家己的所在，毋免甲人接触，伊有缘会当活落去呢。吼，啊，搁有哦，去全球化，哇，过去是安那，是全球村对无？地球村啊。今仔日伫遮，明仔载伫美国啊，后日伫英国，理所当然的。即马毋是呢，即马亲像真侪人拢倒转来家己的国家呢，家己本来成长的领域内面，伫迄搭遐重新过来思考家己生活的模式，甲迄个价值，哇，甲迄个付出，等等拢重新在思考哦。啊，佮重视啥物？就爱有永续的经营的发展即部分，咱看。伫即摆企业拢一直在讲遮个物件，兄弟姊妹，若是安尼，咱看见遮个减有对教会有影响无？有啦，因为伫生活的模式，因为遮个物件，互咱的生活的模式愈来愈无共款，人甲人的互动愈来愈减少。若是安尼，咱就看见，真侪教会，真侪咱年长的，拢会有当时啊，讲袂当来是啥物原因？因为少年的讲哦，讲你较老啊，啊你免疫系统较歹，啊去教会危险，所以你袂当去，对无？不准你去，啊去菜市仔有要紧无？不要紧，无人看到，怪怪吼，啊所以咱就求上帝帮咱，互咱的教会啊，咱的正兄弟姊妹，你身躯若安怎，还是有感觉迄个感动，你就。水暗就甲挂起来，对无？啊，转去就安那洗手洗洗咧，啊，甲即个卫生保持哦好势，凭信心来。上帝爱我敬拜伊，我就安那凭信心来到伊的面前。莫因为即个疫情，互咱搁复倒转去过去，伫即个所在，敢若当4个人尔。啊，4个人啥物人？哇，咱看要安怎做伙？所以这个疫情已经过去，总是到目前影响到社会甲教会的情况是愈来愈严重。若是安尼，咱就求上帝帮助哦。伫即款的世代内面，即款强调科技的世代内面，咱教会嘛爱重新来思考，重新来定义教会的体质是啥物？什么是教下上帝所下伊的属教会真实的体质？伊的本质是什么？佮教会的发展是要安怎会当伫任何的世代内面会当佮继续往前行？兄弟姊妹，2000年外来的教会历史，毋是咱干那今仔咱甲面对即款尔呢？伫每一世代内面，拢有一段一段一段。过去有黑死病，毋是吗？即个伫一段一段的历史中间，拢有大环境带来的挑战，也有内部所产生的遮个冲突，总是无论安怎，咱拢得爱个倒转来到信仰的本质，对圣经上帝的教示，互咱明白即份的信仰所带出来是啥物。若是有价值的、有帮助的、有得到祝福的，当然咱就坚持落去，敢毋是吗？就是你我，佮倒转来伫即个大环境受挑战的时阵，咱佮倒转来信仰内面来思考。我相信会当帮助咱，不但会当维持过去的信仰尔，会当佮因为受到挑战，佮较明白即个信仰所带互咱的是好的，是祝福的。是保护的，那安尼，咱就更较用心来帮助咱的信仰，更较那精进，好精进。阿门。这是你我伫这个时代内面，咱需要好好来思考的。所以，咱要宣告，永光是充满荣耀甲大能的教会。阿门。咱来宣告一摆来，永光是充满荣耀甲大能的教会。是，这是你我。伫信仰内面，咱所相信的一件代志。今日咱透过这段经文，咱做伙来思考，就是搁倒转来思考初代教会
迄个时阵的情景是怎样？因犹原有面对挑战，然后因要安怎去看这个，然后带出来就是上帝的道大复兴，然后教会就伫遐受到社会的肯定，就真侪人来归向伫耶稣基督，嘛带出迄个能力，继续将福音来传落去。咱感谢主，咱看，因为这使徒、这门徒听叹耶稣上天所讲的话了，因就伫耶路撒冷听候，然后有圣神充满，伫五旬节因自集的时阵嘛，吼。所以咱看，因就讲方言，讲逐样的腔口，就吸引真侪人好奇，讲恁这人是毋是酒醉？因讲无啦，靠迄个透早伫咧啉酒的。我毋是酒醉，因为阮看见的是安怎？上帝的灵伫阮的中间感动阮，所以因彼得哇，这个真有气力的，就伫迄搭遐好当来见证耶稣基督对死过活的事实。然后咱就看见哇，有真侪人来归向伫耶稣基督的名，就是因为是五旬节嘛吼，所以有真侪的外围的人倒转来到伫耶路撒冷，迄个中间就是有真侪对外围倒转来的这个寡妇，吼这个寡妇因倒转来到故乡，就是耶路撒冷，还是附近的所在，因迄搭遐来养老，吼伫迄搭遐咧等待上帝调伊转去的日子哦。总是寡妇转来，咱就知伫迄个时代内面，寡妇是无有啥物会当有家己的生产能力的，是无的。因伫社会是无地位的，所以因只有会当靠着因过去因所留的这产物来过活。总是若是这过去所积聚的用了要安怎？哇！总是因为有教会伫迄搭遐，大家共同的生活，共同愿意奉献，提出物件，奉献金钱，就会当彼此来得到帮助呢。或者较善车的，则无依无我的，拢会当伫教会来得到补助。总是咱看一个若2000、3000人来，安尼要安怎？干那厨房都卖，无用卖了啊，对无？所以就是安尼的情形，咱会当体会教会当时这受兴起的这门徒甲这学生啊，犹原是有限啊，所以一时遐侪人来，当然无法度伫食物的供应的顶面来满足真侪人。特别这寡妇就互这对外围转来这个朝圣，还是讲朝圣还是讲转来过节期的这原来因的离开故乡的人，看见因家己所熟悉对外围转来这寡妇，哇，伫食事上无受到注意到，忽略去。所以咱看见有这个声音出来咯，这就是当时的情形。咱会当想象，哇，本来咱200-300人本来无张甜后礼拜忽然间500-600人，搁要做伙食饭，安尼毋知要安怎搁过来加500-600人安尼三礼拜了后变2000人，安尼是要安怎食饭？所以迄个时阵是初代教会所发生即款的事实的代志。总是咱看见，这个是毋是爱需要搁较侪人受兴起，就会当来帮助教会？毋是无法度解决啦，是会当解决，是爱用时间、用方法来解决，一定会当来面对的。所以咱感谢主，这门徒因就伫迄搭遐议论了，因就讲：我要对恁中间经出7个好名声的，互圣神充满的、智慧充足的。咱就会当派因来管理这食食的物件，兄弟姊妹，这就是初代教会，也是讲伫教会历史内面第一次用选举、用民选来选出这7位执事来参与伫教会的事奉，真特别。对这大家，咱就求上帝帮助咱。教会是有特殊的，对无？总是真理爱放伫第一路，是无？叫这使徒
拢去准备食食，什么人要来分享道理呢？什么人要来陪伴人，来互因的真理更较透天呢？什么人要会当来为着这个病痛的来为着因祈祷呢？哇，这个拢应该爱有通分工，对无？所以教会是爱有特殊的，阿门。你甲隔壁讲，咱的教会有特殊，对，教会是爱有特殊的哦。教会更较重要，就爱甲真理放伫第一啦，对无？咱甲隔壁讲真理第一，来，是真理应该是第一咯，吼。所以咱感谢主，互咱的教会就是安尼，也透过初代教会安尼历史一直教会一直行一直行，特别咱长老教会是有真有历史的教会，嘛感谢主，透过伫过去历史中间有真济的冲击挑战。然后慢慢建立教会，真做有特殊的教会。总是咱嘛看见有当时啊，伤过有特殊，变做安那，变做僵化嘛吼。所以咱就要有伫真理来帮助咱，互咱常常倒转啊真理来敲找真理，行伫真理的顶面，无互即个组织捆绑，互咱用组织也是用建筑物。较赢过真理，安尼就唔对啊！吼，这是咱需要看见的一个事实咯。所以咱看见初代教会这个使徒，伊就提出三个要件，嘛真做咱即马教会服侍的人的一个原则哦。第一，就爱有好名声，对吧？爱互圣神充满，爱有智慧充足，哇，这三项。好名声，得强调的是什么？讲服侍的人。就爱有好的品格啦，有好的品格，较有好名声，敢毋是？咱讲话天天讨讨，讲话无负责任，这款的品格无法度真做有好名声，这是咱会当看见的，就爱有好名声伫教会内面。你我无论伫教会内、教会外，咱拢共款。毋是讲我伫教会就表达我是亲像圣人安尼，去到社会，甲社会人是共款的，啉酒食薰，拢一做伙来，为着要甲因打成一片，对无？无你就看因相拍嘛，叫做打成一片。这是毋对咯。好名声是教会内、教会外，伫教会、伫社会、伫家庭，拢共款，拢爱一致哦，拢爱一致。伫家庭更较需要一致，互咱真做一个典范，互咱的子女看见。咱的后代看见，哇！阮的阿公阿嬷，你看信耶稣遮赞，对无？品格遐好，讲话足有礼貌的，对无？对孙仔，嘛是会晓甲伊教，甲伊用台语来背主祷文，要无？哇，这拢足赞的，对无？兄弟姊妹，这是需要的哦，服侍者就爱有好的品格，好的品格所带出来，人就甲你按赞。这就是好名声，然后，互圣神充满，就是伫咱的家庭，还是工作，伫生活，还是服侍内面，咱拢爱顺服圣神的引带啦。咱若是顺服圣神的引带，会有啥物结果？就是会掠上帝尊伊最大，掠圣神的引带，就是会谦卑家己，屈低家己。更较悬的职位伫社会，来到教会，拢愿意屈低来服侍，这是好的模样。这是伫圣神的感动内面所展现出来基督徒的一个本质。然后咱看见智慧是什么？就是有知识甲办事的一个能力啦。咱教会嘛是安尼啊。咱有分工，每一个人按上帝互咱的恩赐来服侍。有的人哇，算数足厉害，对无？哇，安尼伊就会当伫即部分来帮助。有的人关心人真厉害，咱就互伊即个恩赐、即个积分来关心人。有的人伊真够做教导的工作，伊对上帝话语有特别的领受，伊就会当来帮助即个初信的伫信仰内面会当更较透彻上帝的真理。按着无共款的恩赐。咱伫即大家来服侍，这个拢叫做智慧，阿门。这个拢是智慧哦，毋是讲算数的较厉害、较有智慧，扫涂骹就无智慧，毋是哦。伫上帝内面，
互咱的温数，拢是带着智慧财物，因为伫每一个服侍内面，拢需要智慧甲专业，对无？吼，智慧甲专业，这是重要的。你看，咱的儿母啊，在教这些小朋友啊，教因家事营呢。家事营，你想扫涂骹毋是真简单，洗便所毋是真简单，无咯。咱叫专业的来教咧，无要安怎，对无？伊若等于在洗马桶，你就知影讲这专业的，因为你从来毋捌安尼洗过，对无？真少人安尼洗啦，对无？安怎洗？亲手咧洗咧，安怎？有无？有几个用手咧洗来，举手一个。袂歹哦，安尼你拢是专业的吼 ，OK， 若无就是康牧师小讲啦吼，毋敢用手咧洗吼，潘牧师嘛会呢，好厉害，这是专业的，这专业甲安怎？听讲爱洗了后啊，最后啊，佫会当甲水停起来啉啦，袂安尼吼。这有故事的对无？这真正是有故事的哦。专业的就是安尼吼。那安尼咱知影，伫教会服侍，拢是上帝互咱有这个智慧，知影要安怎服侍伊，这拢是对伊赏赐咱的智慧。阿门。哇，这是真好的一件代志哦。总是咱看这三要行了，头一个更较重要的，是一个关键的条件哦，就是讲。爱对恁的中间呐，要服侍上帝，伫咱的教会内面是爱对恁的中间选出来啦，毋是讲叫外围一个人来，哇，这较专业，叫伊来做啥？请因来做啥？毋是咧，哇，这个在讲什么？在讲兄弟姊妹，上帝若互引带咱来到伫永光教会，咱就爱委身伫即个所在。较会当下伊所欢喜竞选，正做伊所服侍的一个当工啦。这是一个真重要的。所以委身、品格、信用、甲温顺这四项，我相信上帝伫咱永光教会每一个人的心中，拢有展现这一切哦。通互咱每一个人按照上帝的感动甲引带，伫阶段性的中间来服侍伊的教会，阿门。咱毋是一个敢若要服侍的人尔，对无？咱期待咱会当服侍人，因为耶稣甲咱讲，甲人体安那，比安那，比互人的较福气，对。哇，咱纯正这个会记一个哦，赞哦，这台语对无吼？甲人体。比互人的毋对倒饼，互人的比甲人客较有福气，拄啊倒饼。所以你种咸甜对无吼？呀，互人的比甲人体较有福气，对啦，安尼较是对啦。哇，我那袂记一个吼，安尼表示讲我继续少年啦吼。感谢主吼。是，这就是安尼。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永光教会每一个人，拢是有好品格，是圣神充满，是满有智慧的。阿门。迄个智慧毋是对你读册来，你爱做清楚，智慧是上帝予你的。阿门。你爱做清楚哦，智慧毋是对读册来，是对上帝予你的。细汉，我爱。顾三只牛，爱挂草互牛食，所以我读册时间较少，读到国中了后，像个家己煞安那，对读册遮阵啊，无够信心。总是你知吗，兄弟姊妹？我昨昏在看我的台南神学院的硕士论文的时阵啊，昨昏好不容易。OK， 好，
我搁登起来看的时阵，我足感动，因为安怎？我的论文，不但互我的第一个指导的教授甲我足肯定，特别是第二个指导的教授，伊是台南市立医院第6届、第6任的院长，伊甲我写了足好的这个啥评语哦，这个评语甲我写了足好的。讲我是足有条有理的吼，安尼写了足完整的，对即个上帝的怜悯，对新约甲旧约的即个对照，原文的对照，然后看出原来有一寡的外国的学者认为讲这是相共的，毋过我甲透过原文的研究，分出4个无共款的2个希伯来文的单字，2个希腊文的单字了。我甲伊分析出来了，我讲无啥共。即个我的即个老院长认为讲，哇，我的所有的这个论述，甲最后的结果会真好。伊甚至我去甲拜访的时阵，我昨昏咧看我的论文了，我心内一直想讲，哇，我说当时袂记得去甲我即个第2任的即个评论的教授说多谢吼。所以我昨昏足艰苦的，昨昏心内我当时较无做即个件代志。会知我伫甲潘牧师讲的时候，潘牧师讲有啦，你有去啦，我逼你去的呢，你袂记一啊？哦，你逼我去的，我袂记一咧。到底伊甲我安怎讲？伊讲伊则甲你肯定，甲你学落的啊。伊讲伊刚才看到你的论文，知影你将来就是一个真好的牧师，因为你足用心，你足有条有理，写了足完整的。你知影无？一个教授呢，竟然甲我整个的论文找出2个毋对，一个毋对是安那？目的的目袂记你写，拍无对，伊也找出来咧。第2个就是我注卡42页的注卡无放伫42页，放对43页去，伊嘛列出来。就敢若即2个毋对安尼。后来我搁看我的论文，我搁家己有改过来呢，毋是教伊就无代志呢。我甲迄2张，阵仔搁甲伊切开，搁订印了，搁甲伊连起。所以我昨昏搁重新看我这论文，我心内足感动。原来上帝就是透过我写硕士论文，搁一摆互我有搁较信心。所以后来我搁看，我要写工作报告。要准备会当来受访问的迄个工作报告的时阵，我搁甲即件代志搁写伫迄个内面，因为有影我写即个硕士论文对我的生命的一个信心，一个真大的一个提醒。到现在，你看我的论文的即个指导老师，搁跟我足好的连接有无？就是董俊南牧师，伊即马也搁真肯定我即个学生哦，其实来讲，伫当时我入去新学院的时阵，我读大学的迄是无人会认一个的吼。毋过，上帝透过我写即个论文，互我更较知影，上帝是何等甲我伫过程的中间就真好地甲我安排，互我对细汉人物，然后乖乖做礼拜，一直伫迄搭遐来成长到即嘛。所以我多谢主。互我有一款的过程，妈妈伫我细汉的时阵4岁就甲我讲，你着爱安那求智慧，求智慧。后来妈妈发现讲，我真正求智慧，上帝就互我有智慧。阿门。这是我家己真实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感谢主，咱真正拢是有好品德。阿门。有圣神充满。阿门。是大有智慧的人，阿门。所以你是勇敢人吗？阿门。咱拢是勇敢人吼，感谢主。我讲了伤过济气啊吼。来，又倒转来较紧的来，咱看伫使徒这个初代建立初代教会时阵，互咱真清楚看见的是啥物？信徒甲服侍者拢爱有一个顺服一个生命的原则，就是啥物？就爱主神伫上帝，然后就爱专务服侍伊。
将荣耀归予伊。阿门。这就是咱基督徒的生活。无论你有服侍，还是还未服侍，你拢应该爱有一款的信心，独仰望主是咱的上帝。阿门。无论大环境如何，大风影如何，咱拢袂当亲像彼得，因为看风影就惊吓，就跋落去。咱拢爱注目看耶稣。阿门。好，咱就爱单一来服侍伊哦。好，是单一来服侍伊。咱唔好亲像耶稣所提醒的，有的人是安怎服侍上帝，佮服侍马门。马门是啥物？就是钱啦、money啦。哦，对，咱就爱分别做成出来，这是需要的。所以，愿上帝互咱会当看见，初代教会复兴的关键是啥物？才甲咱讲，上帝的道兴旺起来。什么叫做上帝的道兴旺起来？就是人对上帝的真理有觉悟、有领受、有实践，安尼上帝的道就兴旺起来了。阿门。所以兄弟姊妹，为什么牧师一再讲，咱一定要经历学习这个培育学校的过程？因为若是安尼，你有经历了，你就更较明白这个真理是什么，更较知影这个信仰所带出来的快乐是什么，互咱伫生活内面好好经验这位上帝是何等意爱甲咱同在的上帝。伊透过圣神的作为，是搬过咱所想会到的。咱所求所想的，伊拢早为着咱备办，所以咱就爱深信安尼，上帝的道必然伫咱中间来兴旺起来。然后圣经佫甲咱讲啥物？讲伫耶路撒冷的门徒的数额就拿加添啦。意思就是讲，因为教会成长需要受装备了，佫需要的就是有佫较侪同工被兴起来。阿门。耶路撒冷的门徒毋是信徒，耶路撒冷的门徒数额就拿来拿加添。哇，这嘛是咱教会看见的，对无？哇，咱教会即马对培育学校毕业的，哇，有100外个哦，感谢主，这是咱做伙学习了来服侍主的一个真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咱感谢主的最后，伊就甲咱讲，有真济祭司就来听谈这个真理，因为这祭司本来是伫圣殿底服侍的呢，是利未的户系到这款的官兵会当来服侍，总是因看见，亲目看见，这个门徒、使徒因行神业奇事，就照着耶稣所应允的，拢伫因的身上来显明，所以因就深信耶稣是基督。所以来归允耶稣基督的名内面，兄弟姊妹，这个拢真做上介好的见证，敢毋是？这是上介水。咱感谢主，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明白。所以若是安尼，会当互咱看见的。当教会有快乐、有异象、有能力，带人归主的时阵，互人的性命改变。灵魂得救的时阵，咱就会当知影，这就是上界水的见证。阿门。所以兄弟姊妹，咱做幸福小组，咱2个月一届的洗礼，然后看到人来到一遮，愿意领受耶稣基督受洗，兄弟姊妹，这拢是教会活出基督的快乐，见证福音上界大美好的一个实例。阿门。所以咱感谢主，咱教会一直拢在做这个工作。最后牧师来讲一个故事吼，讲一个教授去到伫田庄啊，拄着一个农夫伫遐伫开讲的时阵，是讲吼，甲农夫问一个问题，讲，请问你敢知影爱情甲婚姻的差别是啥？这个农夫讲，我这教授在甲我问这个问题哦，伊讲足简单啊，爱情就是讲吼，你今仔日甲伊睡觉了，你期待明仔载搁要继续甲伊睡觉，迄叫做爱情啦。你若婚姻是啥？伊讲足简单啊，就是你今仔甲伊睡觉了，明仔载不得不爱搁甲伊睡觉，迄叫做婚姻啦。安尼有了解无？这教授，哇，
忽然间讲哇，绝招，吼，哇，嘿，伊讲绝招，什么绝招？伊讲安尼，伊知影事业甲职业是啥？伊讲事业就是今仔拼了吼，明仔载啦，搁拼命拼命嘛，搁要做，迄叫做事业啦。伊讲职业是啥？就是今仔去拼了，明仔载吼，不得不爱搁去做的，哦，对无？足侪人拢是安尼吼，对无？哦，像到拜一啦，就哈摇有无？吼，啊拜五啊，就安那一条变活灵安尼吼，对，兄弟姊妹，嘿，这个农夫哦讲的话吼，嘛值得咱思考啦吼。伫你的婚姻内面吼，你即马还有爱情无？啊？哦，这爱思考哦，吼，啊，你还未结婚的之前，迄个爱情，到结婚了，迄个爱情有阵啊无去无？这爱思考一下，吼，求上帝帮助咱哦。伫信仰内面，咱嘛会当来思考啊，吼，伫信仰内面，咱嘛会当来祈祷。真做基督徒的，是我的事业，还是我的职业，还是只是我的一个社交的关系尔？来到伫遮，吼。前礼拜牧师讲，咱每一场的礼拜至少有30人在做准备呢。用30人的心力，用遐济时间在做准备，目的就是互咱来遮的礼拜兄弟姊妹，伫遮有领受，对这个信仰有更较济会去体会。哦，对耶稣基督的救恩有较十足的把握，对生活面对的挑战困境，更较知影有智慧、有信心来面对。那安尼，咱礼拜煞转去了后，我相信咱所带出来是福音的果效。这个果效，伫你的家庭、伫你的工作、伫你的身躯的健康，拢会当去印证呢。然后，这个就要成做你传福音的一个美好的见证。兄弟姊妹，这就是今仔日咱透过教会所会当互咱的对上帝的恩赐所带出福音的大能，伫咱的中间必然会当发生的。那安尼，你我信主到今偌久的时间，对这个信仰，对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事业、你的一切所带出的果效是安怎？这值得你我好好来思考。愿上帝帮助咱，互咱每一届来到伊面前，总是会当去体会、去了解。吼，咱要爱的婚姻是啥？是有爱情的婚姻呐，对无？吼，咱要爱的信仰是啥物？是有大能的信仰哦。吼，这是你我所需要。好无？咱来讲来，我爱有爱情的婚姻，更较有大能的信仰。阿门。阿门。这是今仔日牧师透过这段经文的感动，要求上帝帮助咱每一个人，伫每一届的敬拜内面，咱拢会当去亲身经历这位国外的主的快乐，伫你我的身上会显明，互咱无论伫婚姻、伫家庭、伫亲子的关系、伫咱的健康、伫事业、工作、家庭的经济等等遮的，咱拢相信上帝让互咱的是伫极水的所在，咱往头前行，必然会去经历到。阿门。今仔日有领受无？阿门。愿上帝祝福伫咱哦。好来，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文来。逐人照所受的恩赐，做上帝百般恩赐的管家，必得全书4章10节。搁一摆来，逐人照所受的恩赐，做上帝百般恩赐的管家，必得全书4章10节。哦，最后一摆来，逐人照所受的恩赐，做上帝百般恩赐的管家，必得全书4章10节。阿门。好，这时阵咱起立，咱做伙来吟这条诗歌。
主面前讲主，多谢你，互阮会当敬拜你，服侍你。迄就是命，无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有你稳定，互我为通服侍你，你的竞选不免怀疑。献出生命，予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有你稳定，互我为通服侍你，你的竞选不免怀疑。我的生命献予你，为去世界阮对你，愿你的荣耀是我一生传开。我的心永远记你，你为我生命奉献。耶稣我爱你，一路来阮对你。面对主的人，咱知会当服侍伊，是上帝互咱最大的福气。献出生命，予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有你稳定，互我为通服侍你，你的竞选不免怀疑。献出生命，予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有你稳定，互我为通服侍你，你的竞选不免怀疑。我的生命献予你，为去世界阮对你，愿你的荣耀是我一生传开。我的心永远记你，你为我生命奉献。耶稣我爱你，一路来阮对你。就是我上帝你的意象，你孤独人永远的属我，就是我号召我生命，亲像映照你心温柔。我的生命献予你，为去世界阮对你，愿你的荣耀是我一生传开。我的心永远记你，你为我生命奉献。耶稣我爱你，一路来阮对你。耶稣我爱你，一路来阮对你。耶稣我爱你，一路来阮对你。主，阮感谢你，呼召阮来到伫永光教会。
阮正做合一，伫基督内面正做共同体。阮是只要敬拜服侍你，多谢你，赏赐阮每一个人，互阮有属灵的灵命，会当去深深体会上帝你伫阮中间的作为，佮互阮有对圣神的敏触度，互阮佮较去体会上帝你亲自对阮的讲话。也多谢你，互阮有智慧，会当来做服侍的工。无论伫教会、伫家庭、伫社会、伫各层处，愿你帮助阮，透过阮的工作，透过阮的手所做的工，会当荣耀你的名。也安尼，真做美好的见证，互人看见阮，就知阮是归属的耶稣基督的。多谢你将这款的福音互阮，多谢你，互阮甲明白，会当活出你美好的生命来。多谢你，愿将阮每一个人的需要，今仔日来到你面前的，愿求你来帮助，特别伫阮身躯的边痛的顶面。主啊，多谢你，伊透过边痛，互阮更较知影，阮着爱切切追求你。愿只有我靠你，你就会当帮助阮，互阮的身躯会当得到恢复勇健，更较会当全部来敬拜服侍你。主啊，阮嘛知，阮伫阮的中间有一寡有生活的压力的，无论伫伊的家庭的关系，还是讲伫伊做代志的这个过程，还是伫伊本身对家己会无把握。上帝，阮愿你有缘来做安慰伊的工作，互阮伫你面前会当恢复你所赏赐阮的健康，通互阮伫敬拜、伫娱乐、伫生活内面，拢会当算会当消你的稳定教育阮用。多谢你将伊的能力赏赐互阮，当阮每一届为着阮本身祈祷，为着阮的兄弟姊妹祈祷的时阵，求你赏赐阮祈祷的权柄，互阮钦差，阮呼求，你就要应允。多谢你听阮的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兄弟平安。伫马太福音第6章第33节讲，恁着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这的物件拢要交互恁。伫2018年歇落来时，我司机我做了8年的头路，本来是想要休困一下，但是摆在眼前的是后个月我就无收入，还佫有耳光边无歇煞的洗念。这时我想起了属灵前辈所讲的，基督徒找头路的撇步，其实真侪代志嘛会当安尼行。首先伫基督内面，甲条件一项一项写落来，唔免去拜托人，互你头路，互头路家己来找你。只有先求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头一个礼拜，我去办失业手续，甲履历发出去。暗算讲，我的放空计划就安尼开始。迄时我49岁，别人看来就是所谓的唔知影死活。拄啊好听到干事讲，教会 VBS 赢会阁欠一个银控，机会来啊！我当然爱服侍。我会记得是赢会头一天下晡大概2点外的时，我的银控室接到唔捌投过履历的公司下来叫我去面谈。后来我就伫即个公司工作到即马。迄时我因为伤早找到头路，无休困的感觉，就甲公司讲：我敢会当加休困1个月？公司嘛答应。这间公司满足我所有的条件，包括头路家己来找我，薪水会额，阁头家嘛是基督徒。我休困无收入的迄个月，劳保失业补助我补贴我薪水91%，感谢主。亲爱的兄弟，咱拢是上帝的儿女，伊大有气力的手骨，就是咱的兄弟。
咱拢受祝福，也阁大有荣耀的性命。阿爸天父无道理，互伊的囝儿过着卑微阁欠缺的生活。自从有收入开始，我拢谨守11奉献。上帝嘛照着伊所应允的，供应我无断绝。因为我明白，我愿意献上我的时间给上帝，伊就加添我阁较侪的时间。当我献上我所应当立的，伊就供应我无得欠缺。阁较赞的是，咱所献上的也拢做成咱大家的祝福。阿门。感谢上帝，足水的分享。只是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甲信心的行动，互阮用感恩的心，甲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将开始奉献。阮到主是阮做主，甘比领受我命转换，信心感化，给天归来，不到主阮信心所望。甘心乐意，心意，一切走拢手里，阮上高你上高你，阮被最心护你。听这请起立。阮到主是阮做主，甘比领受我命转换，信心感化，给天开来，不到主信心所望，甘心来心路一心一再走，拢小里许，阮上感你上巴里，阮最心护你，阮上感你上巴里，阮被最心护你。听这请坐，刷落来，咱们事工分享，请牧师。来，咱做来关心咱教会遮的事工。咱做来读即礼拜的导读的引言吼，来，做来，咱来读中文来哦。分辨是判断对与错的能力，以圣经为准则，凡是寻求神心意，培养分辨的能力。好，这是咱即礼拜的对经文内面，咱会看见要安怎来分别吼，分别这个是要安怎分别，这是对上帝互咱用圣经做准绳，因为用真理较袂改变嘛，吼，道理会变来变去。上帝的话是真理，咱透过真理会当来分别是非，这是真要紧的事吼。多谢。好，撼动星球领袖的祷告会伫前礼拜一晡，咱真欢喜有其他的教会几个人，佮咱家己这同工拢总有30个人。因对因下晡2点到5点外，
伫迄搭遐来为着即个因书记的即个特会来做准备吼。多谢咱的同工用心在做准备吼。好伫即礼拜的拜二吼，是用咱的五班吼有一个成果发表哦吼，真好哦，有真济的家长来参与来看咱真多谢一样老师吼伊伫暑假即摆已经等于美国吼，伊就已经搬等于美国吼，所以伊伫咱遮会教遮的小朋友的课程就即大家来结束吼嘛真感谢主，几年来伊愿意用时间来训练咱遮的小朋友吼，感谢主。好，继续。好来昨有咱的北中的传道部的中级的训练咱有4位的同工有去到大稻埕来参加吼。当然牧师甲潘牧师昨有较尾站有去甲因关心看一下吼。真欢喜，咱的同工会当接受训练，嘛会当了解其他教会即摆现况的情形。咱教会伫小组化会当讲是足完整的吼。这是咱若去听了，就较会当知影咱教会整个的进度，真正是上帝特别的恩赐，特别伫长老教会内面吼。好，多谢。咱豆豆牧区伫昨有去到东眼山吼。拢总有77名，有45名的 best， 有2台车吼。昨下早起因要出发，牧师有2个牧师，搁要去到伫因的车顶面甲伊说 hello， 为着因来祈祷，感谢主，真顺利来完成吼。这个拢是福音的一个工作，咱多谢上帝，互咱的同工愿意尽心尽力来做吼。好，继续。后礼拜伫咱的第2场的礼拜中间，有咱第14届的永光培育学校的毕业典礼。咱即届有缘真欢喜，有真侪人真欢喜讲，毕业吼，终于毕业了吼。后礼拜因就会穿迄个门徒袍，咱嘛甲因恭喜，会当完成这个工作，会当搁较济专心来服侍，搁较有技巧来服侍上帝吼。好，书记的。活动将要开始哈！我是航海王。航向海洋，快乐无比，朝梦想出发。航向海洋，快乐无比，朝梦想出发。航向海洋，快乐无比，朝梦想出发。国小6年毕业，国中毕业这的学生，因的时间拄啊，伫这个时间会使。所以咱真欢迎咱所熟悉的，都会当介绍因来参加咱这个航海王吼。这老师已经拢有备课完成吼，来做最后的一个准备。感谢主，上帝祝福这届的宴会，会当这些学生有一个真好的利益。OK， 好，这是后礼拜对吧？后礼拜。后礼拜吼，后礼拜的拜3开始吼，好。来，搁继续咱这个影片吼，咱的影片足济吼，这是书记的咱的儿母的活动。我怎么了？我复活了！天上神感恩，因他先爱我。咱为着这咱的主题咱愿意付出真济的时间来做准备
咱看一代一代，咱培育因就慢慢会当起来吼。这是需要的咱为着以后一代教会付出这心力，我感觉这是上界有价值的。咱会当来关心，可能咱袂当实际来参与帮赞，总是咱伫祈祷伫奉献的顶面，嘛会当做因真好的一个鼓励吼。这是咱参与伫这工作的内面，咱拢会当来经历因所整个结果拢会当当因参加欢喜吼。所以这是7月25到28的这个营会吼。当然，佫有青少年的营会吼。佫有嘛，也是安尼就好吼。OK， 多谢。好，咱感谢主那么恭喜咱的青年吼，欧纯银今年伊对台湾新学院基督教的关怀甲协谈硕士来毕业吼，伫拜五有要来举行毕业典礼伫台湾新学院吼。所以兄弟姊妹咱若时间会使，嘛会当去参加甲伊庆贺吼。今年咱有毕业，当然咱佫有一个论文佫在拍拼咧吼。佫有一个议员今年一定会当毕业，就是伊的时间延后1点吼。咱真欢喜，因毕业了，咱求上帝也帮赞，互因会当有服侍的位置，会当将因所学习的来贡献这个社会教会吼。好，来，好，青少年的撼动星球咱这要预言的侍者，请咱会记来注意吼。6月30以前来把这预言的内容300字来交互咱的名家干事。好，后礼拜咱的航海王有要来彩排，请咱来关心。好，咱欢迎咱有新的行政干事，就是张慧华姐妹。对6月11开始来服侍，其实6月初10啦吼，当然初10拄我是伫休困吼，所以是6月初10开始啦吼，会当甲改一下吼。OK， 好毕业生咱真欢喜，咱教会有这个毕业生，咱会当家己来看吼，拢毕业生金榜题名，所以是这已经要上大学的吼，要上大学的这个咱会当来看吼。好，来佫有无 ？OK， 应该佫有名单啦吼，佫有名单未交转，咱后礼拜会当佫较交转吼，包括伫外国的，咱拢有缘会当来甲因报，互咱知影吼。好，即礼拜拜六8点出发咯，永伟牧区吼，要出去户外旅游步道，咱请咱遮有参加的来注意吼，注意这个时间。佫有3名吼。后礼拜照明牧区游园，伊是8点20开始出发，请嘛注意有参加的人吼。好，来，搁来。好，咱特别来关心这几位吼，方进孝陈米华是仁邦的父母吼，因爸母吼。